国防社讲，中国渔民爬上花去到马祖的高顶岛，海巡署确认是去接触到附近的无人岛，不是高顶主岛。而且进前中国渔船伫金门并船了后，中国就讲这金门厦门的海峡无禁限制水域的问题。国民党立委就要提案，要来修正这两华人民关系条例，甲公告禁限制水域的主管机关对国防部改做是海委会。 今天4月25号，大陆小船爬上我们的高登。民众翕影片通报，讲伫高登岛附近发现中国洗车船停靠，国军随伫高登岛偏走敲锤，佮通报海巡协助。甲尾海巡伫附近离花无人岛发现影片当中的渔民。 我们昨天获悉，就是有不明人士到高登岛那边去，高登这边就马上编组了兵力去搜寻，同时呢，也就通报了海巡队。高登外面的离岸无人岛礁有找到。 目前这个案件是由检方伫侦办。中国渔民虽然毋是爬去咧高登主岛，不过高登岛是马祖离中国上近的岛屿，甲福建省上近，敢若29公里，属军事管制区，引起外界烦恼。那马祖今年2月金门并船案了后，中国讲金厦水域无禁限制水域问题，引起两岸紧张。国民党立委陈永康、洪晓玲提案修正两岸关系条例29条，希望甲公告金马禁限制水域机关由国防部改组海委会，2日举办公听会。 是不适合我们把我们所实质管辖的这个范围，要拿去和对方做协商，然后让对方承认一个这样的范围，这样可能也是有一点不太适当。由军事机关转为执法机关公告，等于再一次的宣告我们的禁限制水域。海巡署。 的执法象征我们的主权，让这个过程能够产生一定的国际上面宣传的效应。学者分析，金马禁限制水域的公告，来做改造执法机关有宣告主权的政治意义。虽然国防部讲无影响建备任务的情况下，会当配合修订，不过立委会嘛表明，修正公告机关意义无大，希望禁限制水域的认定会当等于到两岸较早的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